农历过年放高日哦，过年拢会食甲真青草、真澎湃，嘛不一定会运动。台东马街病院的中医师就提醒民众哦，食食都要限制，嘛要注意。那出门真塞车，还是讲伫厝内坐上久咯，会当做一寡简单的运动，甲抓铃来消除疲劳。 过年要到啊，餐厅业者当咧准备民众预定的年菜，菜市场也有真侪人开始买过年团圆的食食。不过大鱼大肉食落去，可能造成身体无爽快。台东马街病院的中医师提醒民众，要先知影家己的体质是冷还是热，有准则甲物件食好着，都袂损害着身体。那你自己测验就是说，你喝点温开水，你就会比较舒服，那你就是寒性体质的。一些瓜类的。 芹菜类的或是空心菜，那个属于比较冷，像寒性体质的人吃了寒性食物，那个循环会更糟糕。今年过年的假期有9天，民众有可能想要出门佚佗，不过长途塞车甲塞车可能会造成肩胛头、颔棍佮腰的酸痛。医师也推荐右手佮踮胸坎春轮的动作。记得要翻掌才有效，才能够把这个肩膀的肌肉打开来。我觉得非常舒服，就是把我整个肩跟颈整个舒展开来。医生也推荐饲手的合谷、松柏蛇佮羊角蟹，会当疏解颔棍甲腰的酸痛。不过饲也有技巧，唔通受伤。腰部疼痛可以压这个阳骨的位置，那轻要柔要深，慢慢压就不会受伤。 过年期间，民众也可能一直背手机造成身体筋肉无爽快。医生建议讲，会当做抓铃、饲黑刀，或者是倒伫涂骹做春轮的运动来疏解酸痛。不过，医生也提醒讲，过年食物件千万唔通一直挥、一直推，也要运动甲春轮，就会当过好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